2025年9月25日，整個元朗都沉浸喺喜悅嘅氛圍，街道上張燈結彩，紅旗飄揚，每一個角落都洋溢住對祖國嘅無限熱愛同埋祝賀。今晚超過50個團體齊聚一堂，筵開百席，我哋向祖國獻上最誠摯嘅祝賀，衷心感謝元朗各界通力合作，讓呢場盛會得以實現，成為我哋心靈嘅聚會。隆重嘅奏唱國歌儀式，象徵住我哋對祖國嘅無限敬意。特別感謝主禮嘉賓嘅蒞臨，佢哋係我哋嘅榮耀。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黃偉副部長、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胡天佑太平紳士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沈豪傑 BBS 太平紳士，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 SBS 太平紳士，雷健 MH， 仲有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指揮官陳金菊總警司，元朗福利專員石陳麗華女士，感謝你哋到場鼓勵。國慶係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嘅日子。如今嘅中國，科技、經濟、文化都喺全球舞台上綻放住耀眼嘅光芒，我哋嘅努力都得到認可。特此頒發感謝狀以示彰顯。接下來進行祝酒儀式，舉杯共賀。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家庭幸福。一杯。乾杯，向祖國嘅繁榮昌盛致以最誠摯嘅祝福。讓我哋嘅祝酒聲如雷貫耳，傳遞出每一位貴賓心中對祖國未來發展嘅期待。再次為祖國嘅繁榮，為我哋嘅團結，為未來嘅希望乾杯。讓我哋嘅情誼如酒般醇厚，永遠唔會消逝，成為我哋共同前行嘅力量。今晚，鄺浩明主席以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處任主席，聯同方卓陽副主席、文家俊名譽會長、彭君惠名譽會長、澤英偉名譽會長共同出席。晨曦青年動力成員亦都在場，許平秘書長、行政事務總管鄧曉儀、主席助理黃寶成、青年主管周啟邦、莊浩瀚、彭俊浩、何家俊共同出席。我哋與各位嘉賓深入探討青年事務及未來發展方向。我哋深知元朗區社區急救活動勢在必行，呢一班社會有份量嘅賢達，就係我哋共同發展嘅強大後盾。最後，我哋都展開一場特別嘅會議，總結一下未來發展方向，攜手共創更加輝煌嘅明天，讓心中永遠燃燒住對祖國嘅熱愛，讓呢份情懷代代相傳。